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又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02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129天。今天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亲自抵达波克罗夫斯克区，也就是红军村去前线再次鼓舞士气。他说我们正在做出非常规决定，目前在波克罗夫斯克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敌方在那里人数众多，我们必须做出非常规决定，以增强防御能力，更有效地摧毁占领者。战斗异常激烈。实际上乌克兰前线现在是非常寒冷，已经在下大雪，但是这个波克罗夫斯克的战斗非常艰难，因为地堡老人是铁了心要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夺取更多的乌克兰土地。根据俄罗斯方面说法，俄罗斯军队现在距离波克罗夫斯克只有3公里，局部的这个战线对乌军不是很有利。那么乌军继续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的腹地、这些炼油厂、机场、军事目标以及后勤补给这运输线。俄罗斯方面说乌克兰使用了6枚美制陆军战术导弹，对位于罗斯托夫州塔甘罗格市的军用机场发动了袭击，其中2枚被拦截，4枚受干扰偏离目标。由于导弹碎片的坠落，机场的地勤人员有伤亡，机场保障区域2栋建筑和几辆军车受损。乌军还使用同款导弹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袭击，但导弹被拦截。这个按照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这个乌军的导弹那简直是太敬业了，就是被击落了，在空中被摧毁，他还能下来击中目标，把那个机场的大楼给摧毁，而且还炸死了俄军士兵。如果他在空中没有被摧毁，那得多厉害。然后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军还使用了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对克里米亚大桥发动袭击，但是导弹被拦截。说明什么？说明乌克兰现在就要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要摧毁克里米亚大桥。这个我在拜登允许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时候就说了，那个乌军一定会在特朗普上台之前要摧毁克里米亚大桥，而且时间紧任务重，把这个大桥一炸掉，后面对乌克兰就非常有利，无论是停火还是以后接着再干，总之把他大桥给炸掉了，让克里米亚的俄军他的后勤补给遇到最大的麻烦。他的那个补给路线变得非常长，要从扎波罗热顿涅茨克那个陆上桥大桥就是路桥陆上通道运到克里米亚。根据媒体报道说克里米亚的费奥多西亚油库遭2枚火箭弹袭击，2枚火箭弹击中了油库，3人受伤，2个油罐完全被摧毁，3个油罐仍在燃烧之中。这个油库被炸看着晚上这个视频感觉这个损失的规模非常大，就是半边天都映红了。这个费奥多西亚这个炼油厂油库似乎是俄军后勤补给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油库，所以俄罗斯是损失惨重同时远在布良斯克的一个油库又被乌军用无人机给摧毁。这个乌军打的这是钱袋子这个乌军不仅用无人机炸这个俄罗斯的油库、飞机场，还用这个无人机袭击车臣的军营。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格罗兹尼的阿赫迈特卡德罗夫巡警第2团的大楼，爆炸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流传。这是2周内乌克兰对车臣首都第2次袭击。上周三，另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一座特警团大楼。这个卡德罗夫已经证实无人机袭击了格罗兹尼的特种部队总部大楼。卡德罗夫说有4名士兵受伤。卡德罗夫声称一架无人机在军营建筑上空被击落，碎片引起了小火，但很快被扑灭。卡德罗夫扬言要进行报复，血腥报复。他说我们不会就此罢休，我们将为这4名伤员杀死400名乌克兰人。这个口嗨靠车臣的抖音部队去杀死400名乌克兰人，只有2种情况要么就是平民，要么抖音部队可以杀死400名俄罗斯士兵，当然是逃兵因为他们在前线主要是负责治安和这个督战队。当他们见到乌军士兵的时候就已经输了，因为他们在后方。上一次抖音部队与这个乌军遭遇还是在2年前，在那个哈尔科夫那么什么红利曼，由于这个拉平上将跑得太快，没来得及通知在后方的车臣的督战队，所以导致督战队一觉醒来就被乌军包围了。气的这个卡德罗夫要枪毙拉平，逃跑都不通知一声。这里顺便说一下卡德罗夫现在处境非常不妙。最近卡德罗夫已经不像梅德韦杰夫那样满嘴胡咧咧放炮口嗨，低调了很多。为什么这么反常就是皮裤掏棉裤必有缘故。应该是卡德罗夫遭到了普京的
的这种威慑或者叫威胁。最近啊，卡德罗夫的老铁，卡德罗夫忠实的这个部下阿赫迈特特种部队指挥官阿劳迪诺夫，他又是这个俄罗斯国防部政治军事工作局副局长，他经常接受那个鲁宇光采访啊。就这个阿劳迪诺夫啊，最近被普京授予中将军衔，这一下就出事了。在我的印象里，普京授予卡德罗夫也是中将军衔，我没有印象说普京把卡德罗夫升成上将了，我不记得这个事。升中将我是知道的，那这回阿劳基诺夫也是中将军衔，那是几个意思啊？这个俄罗斯的媒体报道啊，说专家们认为阿劳基诺夫作为车臣领导人潜在的候选人，主要优势包括他的谨慎、理智和个人一直参与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一线作战。这俄罗斯的专家认为啊，这个阿劳基诺夫啊，恐怕是未来车臣的领导人，因为他有现任车臣领导人所不具备的优点。你看看啊，他的优点正好是卡德罗夫的缺点。第一个说他谨慎，你看看卡德罗夫谨慎吗？满嘴炮火，对吧？一会儿要挖个地窖，把那个泽连斯基抓来关在里面；一会儿说要他带兵打到这个德国，踏平德国，就是满嘴胡咧咧。估计普京也受不了了，受够了。然后说他理智，你看看卡德罗夫就谈不上理智。你看刚才还说了，因为4个车臣的人受伤，他就要杀400名乌克兰人，这能叫理智吗？这不就是疯狂吗？而且动不动要杀这个俄罗斯的那些什么议员。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阿劳基诺夫啊，一直在一线参加战斗，俄乌特别军事行动一线作战。卡德罗夫呢，他只是在格罗兹尼在那放炮呀，不是开汽车就是开装甲车过瘾，他不在前线。而这个阿劳基诺夫啊，现在正在库尔斯克的苏贾那个北方，正在率领这个俄军啊，在跟乌军在作战。所以这么一看的话，普京把这个阿劳基诺夫提为中将，很有可能要换掉卡德罗夫。这个卡德罗夫啊，恐怕离中毒啊，离毒发身亡啊越来越近了。换种说法啊，就是留给卡德罗夫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就看卡德罗夫和普京2个人，看谁先完蛋。如果普京突然之间就完蛋了，那卡德罗夫还有活路；如果普京短时间内还掌控俄罗斯的话，那么卡德罗夫很有可能在今年啊，或者是2025年上半年就要出事。所以卡德罗夫要动手就要趁早了，再优柔寡断啊，恐怕小命不保啊，也要重蹈普里戈金的老路，重蹈普里戈金的覆辙。卡德罗夫啊，这个死亡的方式恐怕比较多，对吧？前一阵子不停的造谣啊，或者去年说卡德罗夫，对吧？肝有问题，要么就是肾有问题，脸都肿大了，憋大了，恐怕这都是俄罗斯方面有预谋的在放风。而这个卡德罗夫每次都出来辟谣，说他身体好，没病，他还能推得动那个汽车，力壮如牛啊！他也是借此向俄罗斯人表明我身体好着，哪天如果说我得病死了，那一定是非正常死亡。从这个阿劳迪诺夫啊被普京升为中将，已经说明问题了啊！这个卡德罗夫啊，不能再优柔寡断了，要好好想一想这个普里戈金的下场。开弓没有回头箭啊！卡德罗夫反不反都没有用，他就是不反，俄罗斯人也认为他要反，对吧？也就是反不反不是卡德罗夫他能决定的，他天生就有反骨，俄罗斯人就不会信任他。一旦俄乌进入和谈，很有可能普京就要把卡德罗夫给除掉，因为在俄罗斯人的眼中啊，这个卡德罗夫车臣人迟早是要反的。我们再看看这个外交以及国际援助，泽连斯基昨天证实，乌克兰已经正式收到了美国的200亿元贷款拨款。你说拜登还真是厉害啊，说到做到，200亿美元马上就贷款啊，已经给到乌克兰。他这个贷款，他的还款来源是什么？是俄罗斯被冻结在美国的财产的收益，用来做还款来源，不是乌克兰还，也就是拿俄罗斯人的钱跟俄罗斯人打仗。普京说啊，以冻结的俄罗斯资产向乌克兰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是盗窃行为，并发誓要报复。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说啊，美国打算尽一切可能确保乌克兰获得必要的支持，以成功对抗俄罗斯或以强势地位与俄罗斯进行谈判。布林肯表示啊，我们致力于在剩下的时间里极尽全力确保乌克兰拥有成功所需的一切，无论这意味着在必要时在2025年继续战斗还是进行谈判。布林肯补充说啊，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弹药、财政资源，并帮助其动员力量对抗俄罗斯。现在啊，美国拜登政府啊跟泽连斯基似乎就动员问题啊产生分歧。这个拜登政府啊希望乌克兰动员18岁到25岁的青年人上战场。乌克兰现在是26岁以下的不用上战场，上战场的是26岁以上。
那么美国人希望乌克兰要动员25岁到18岁的，说乌克兰主要是缺人，但是泽连斯基反对。泽连斯基认为美西方应该多给武器，他们不是缺人，他们主要是缺武器，缺先进的武器。这个我倒是觉得泽连斯基说的对啊，25岁以下的不要上战场，对吧？然后你明明有那么多先进武器你不给，你非要让人去耗，没有必要。这个乌克兰的一个副总理啊，叫奥尔哈斯特凡尼什纳，他在与欧盟高级官员会晤中讨论了降低乌克兰动员年龄的可能性。当然呢，他跟那个欧盟的负责外交的叫卡拉斯啊讨论了这个问题。这个副总理斯特凡尼什纳说啊，因为乌克兰缺武器装备缺训练，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全民动员时代，对吧？也就是他动员了18岁到25岁的，你又没有这么多装备，没有这么多武器，更没有好的训练。这个言下之意啊，就是美西方你要提供给乌克兰更多的装备武器还有训练，他们才能去动员更年轻的人上战场。当然这个欧盟外交安全政策这负责人呢卡拉斯说啊，欧盟国家必须继续支持乌克兰，而不要回顾美国可能采取的政策。他在《卫报》发表的评论中指出这一点。这位欧盟外交负责人分享了以美国拒绝帮助乌克兰方面的策略。这个卡拉斯说啊，如果美国减少援助，那么我们要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因为我担心如果俄罗斯获胜会发生什么。卡拉斯表示啊，对乌克兰的援助是对全球和欧盟安全的投资。这个卡拉斯甚至表示啊，俄罗斯在欧洲被冻结的资产不太可能留下任何东西。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欧洲扣留的俄罗斯的资产，那是全部要没收，完了之后给乌克兰。他强调说啊，在交出剩余俄罗斯资产之前，欧盟应将被冻结的俄罗斯资金重建乌克兰。也就是欧盟现在啊已经做好准备，至少是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就是一旦特朗普不再援助乌克兰，那么欧盟要继续援助乌克兰，要坚持下去。因为乌克兰失败意味着什么？欧洲人最清楚，下一锤就要锤向欧洲。12月12日消息，欧盟能源专员乔根森宣布，欧盟当局打算永久切断与俄罗斯在燃料领域的联系。这个就够狠了啊！永久切断什么意思？就是即便啊俄乌停火，欧洲也不打算从俄罗斯进口燃料。这位欧盟能源专员表示啊，他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一项长期战略计划，永久切断欧盟与俄罗斯所有能源联系。乔根森还回顾了积极使用可再生能源以减少该地区对俄罗斯联邦燃料供应的依赖的重要性。此前，西方媒体援引布鲁盖尔分析师的统计数据报道称，俄罗斯对欧洲的化石燃料供应急剧下降。截至2023年底，俄罗斯联邦每月向欧盟出口此类能源的金额按货币计算减少了16倍，从2022年初最高160亿减少到约10亿美元。根据通过的战略，欧盟拟在2027年之前完全放弃进口俄罗斯化石燃料。同时啊，这个欧盟对俄罗斯的第15轮制裁措施将包括规避定规则参与运输俄罗斯货物，这主要是石油啊，在第三国船只。欧盟委员会主席在社交媒体上说啊，我欢迎针对俄罗斯的第15项制裁措施获得批准，特别是针对俄罗斯影子舰队。也就是欧盟不仅自己不用俄罗斯的这个石化能源，而且还对俄罗斯的这个影子船队啊进行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12日抵达波兰进行访问。这个马克龙啊刚从巴黎啊见过泽连斯基和特朗普，现在要跟波兰的总统大会面。很显然啊，这个马克龙现在这么忙啊，恐怕就是为了俄乌停火以后啊，要向乌克兰部署这个欧洲军队，恐怕是英国一个旅，法国一个旅，德国一个旅，波兰一个旅，但是也有可能啊，法国或者哪个国家是2个旅，恐怕一共是要5个旅啊，作为这个维和部队，要隔开乌军和俄军。这个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呢埃尔马克说啊，乌克兰尚未准备好与俄罗斯就解决俄乌冲突进行谈判。他说啊，要开始谈判，乌克兰必须强大，然后才能在平等条件下与俄罗斯联邦对话。那什么叫强大呢？埃尔马克说啊，要开始谈判，乌克兰必须获得安全保证和足够数量的武器和装备。那就是泽连斯基说的，要么你北约啊先发出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这个邀请，然后还要给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武器和装备。这个武器和装备说不定还包含
核武器，因为他说了，乌克兰必须要强大呀，要有足够的实力啊，在实力对等的情况下才能跟俄罗斯谈判，否则你没法谈。这个斯洛伐克总理菲科说啊，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承诺在24小时内解决乌克兰冲突，这可以用选举言论来解释。什么意思呢？斯洛伐克的总理啊菲科他说啊，特朗普承诺24小时内解决俄乌战争，只不过是选举的时候一个策略，一个言论，你不必当真。他说特朗普啊必须采取行动，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言论，也就是特朗普到现在自己也糊涂着呢，想24小时内解决乌克兰冲突值得怀疑。而特朗普本人呢，他在接受那个媒体专访的时候说啊，他主要说一个是美国援助乌克兰3500亿美元，欧洲援助乌克兰1000亿美元，所以美国吃亏，这是保护欧洲啊，欧洲花钱还少，美国冤大头花了3500亿。这个特朗普的这说法啊，先不管他说的对不对，至少是打了小黄的脸，因为特朗普说美国花了3500亿亏嘛，但是这些小黄正能量不是说美国援助乌克兰打仗是为了赚钱吗？美国赚的已经手都麻了，但是特朗普说美国花了3500亿他亏，这怎么理解呢？到底特朗普说的对，还是这些小粉小红黄俄说的对呢？特朗普还说啊，俄乌战争啊跟欧洲有更大关系，而不是美国，因为美国和乌克兰还隔着大海洋。关于如何停止俄乌战争，特朗普说啊，我不能说的太透，因为可能会妨碍谈判，也就是现在说了就泄密了，到时候谈判不好谈了。他说啊，让几十万尸体遍布在战场，这是我见过最愚蠢的事。说拜登本来应该有能力阻止它的发生。我们再看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啊，他说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啊，俄罗斯准备在乌克兰明白现今现实和考虑普京提出的提议的情况下，与乌克兰恢复谈判。梅德韦杰夫说啊，在与大国领导人会谈时讨论了乌克兰危机，大国领导人阐述了可能解决的愿景。梅德韦杰夫说啊，众所周知，我们基本上积极的对待这些建议，并且准备与乌克兰恢复谈判，但只能是在乌克兰认清现实，并且考虑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在向外交部同行发表讲话时提出的那些建议和那些观点的情况下，这普京的建议和观点，那就是乌东4个州归俄罗斯，乌军要从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就是俄军还没有占领的地方，比如红军村都要撤出。完了，乌克兰还得宣誓承诺不能加入北约，当然还有其他的条件啊。按照扎哈罗娃的说法啊，俄罗斯提出的停火条件就叫一撤一不入。这个一撤呢，就是乌军全面撤出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这4个地方的军队啊，不是俄军撤出啊，是乌军撤出。一不入指什么呢？乌方宣布不会加入北约。这梅德韦杰夫到大国访问之后啊，马上就表态。这梅德韦杰夫喝了多少茅台啊，就醉成这样。第一个啊，梅德韦杰夫你到大国访问完了之后，你应该回去汇报普京之后你才能说啊，对吧？你只是个安全会议副主席，你跑到大国来一商量完之后，你就能代表俄罗斯说要谈判吗？这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的啊，这就说明这个梅德韦杰夫恐怕没把普京放在眼里，觉得彼可取而代之啊。第二个啊，大家还记得吧？这个特朗普在法国巴黎的时候跟马克龙和泽连斯基说啊，俄乌要停火，然后说大国能帮忙，就是意思啊，原话这么说的，大家去看。然后说这个和平谈判的这个主动权现在已经到了普京手上，这某种程度上就是特朗普在向普京喊话，对吧？你得赶紧停火啊，不行你赶紧找那个大国去商量去。哎，你再看看梅德韦杰夫就跑到大国访问了，哎，这不是巧合啊，你去看看特朗普讲的话。然后这个特朗普啊，他宣誓就职典礼啊，他邀请了大国，据那个叫佩斯科夫说啊，没有邀请普京。这个路透社12月12日报道啊，说克里姆林宫12日表示，普京没有收到参加美国单选总统特朗普明年1月20号就职典礼的邀请，但是特朗普邀请了大国，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啊。那言下之意就是特朗普希望24小时停火，他想利用大国要做工作，就我们只能分析推测啊，那只能是特朗普跟大国之间要达成一些交易，然后让大国向俄罗斯施压。这不光美国向俄罗斯施压，他要拉拢大国给俄罗斯施压，这个国与国之间交往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看这个迪波老人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
政治家，当今世上无出其右者，普京自己这么认为的啊。那他当然会算到这一切啊。所以最近传出俄罗斯和大国之间似乎啊不那么和谐，对吧？俄罗斯加关税，俄罗斯给欧盟都没有加关税，给大国加关税55%啊，据说以后新能源汽车也要加关税。完了，这个普京啊要去印度访问，跟印度也签了这个石油合同，好像是130亿美元，签了这个武器合同啊，40亿美元，向印度提供什么深空雷达呀，能探测6000公里外的目标，那不就是监视大国的吗？这一切都说明这个普京啊，他已经预感到了，也很有可能大国跟美国又搞到一块去了，对他施压。这个大家可以关注啊，这特朗普什么事都能干得出。你不要看他上台的选举之前说的那些话，他一旦坐上总统位置，他的做法保不齐大相径庭。我们只能分析啊，那你让大国去给俄罗斯施压去做工作，那你给大国什么好处？关税还是高科技，不再制裁，或者制裁少一点等等啊，都有可能。所以你看啊，在巴黎特朗普在说啊，大国可以帮忙。或许啊，这个特朗普老奸巨猾，他现在正在离间俄罗斯和大国之间的关系，所以接下来就很有意思，大家可以关注。现在普京是紧紧的抱住印度的大腿。大家还记得这个在乌克兰战场上，俄军使用的这个大国产的那个沙滩车，也就是全地形车啊，好像是山东一家民企生产。普京特意跟西莫夫还有绍伊古站在那车前面照相，这个一下就传遍全世界，让大国饱受美西方的这个攻击啊。现在换了啊，战场上大国产的全地形车已经换成印度产的全地形车。总之啊，从这个俄罗斯和印度之间，俄罗斯和大国之间，以及特朗普讲话，特朗普的这个邀请一个不邀请另外一个，这些迹象啊，你把它串到一起，至少可以得出个结论，就是大国和俄罗斯之间关系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美妙。不要看他嘴上说什么，要看他做什么。总之啊，特朗普可能在打大国牌，这很有可能是成为压垮俄罗斯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